杏花村呢個情況係非常之嚴重啊！其實海水嗰個上升速度係非常之急速。冇地震、冇火山爆發、冇洪害，香港過往都被譽為係福地，但係偏偏近幾年李氏力場開始失效，颱風越吹越勁，一個山竹殺埋嚟，已經導致本港高達49億嘅經濟損失。咁隨住10號風球咧掛咗之後咧，呢度嘅風勢同埋雨勢咧都係越嚟越大㗎。咁同埋咧呢度嘅位置其實啲風係可以話係冇定向啦，任何位置都可以吹過嚟。但係同時間，我哋又發現一個好奇怪嘅事，就係點解次次打風都係嗰幾個地方食到應呢？如果要喺香港買樓租樓，係咪連打風都要考慮埋一份？臨海單位可能都會變成硬傷。胡說樓市嘅最新系列《魔鬼住在細節中》，就同你講一啲樓市嘅冷知識。好多人都唔會信全球暖化，可能仲包括佢。Another UN official stated in 1989 that within a decade, entire nations could be wiped off the map by global warming. Not happening. 但係極端天氣就好似越嚟越嚴重咁。2023年香港經歷咗500年一遇嘅大雨，2024年嘅上半年，香港已經錄得自1884年以嚟有紀錄最熱嘅半年。2025年嘅首10個月，我哋已經錄得1946年以嚟掛波次數最高嘅紀錄。截至10月13號為止，總共有12次。不過我哋要問嘅問題係，點解每次打風都係嗰幾個地方出事呢？究竟真係唔好彩，定係話本身係死症呢？要揾到真相，當然係要問啱嘅人啦。要問到啱嘅人，當然要去到啱嘅地方啦。而啱嘅地方就係一個冇冷氣嘅地方。超英哥，點解咧？而家好似香港越嚟越多打風啊，或者係一啲近海嘅屋苑咧，喺颱風嘅時候特別多人關注嘅。先講打風，以前咧，我哋以前睇到啲風行埋嚟香港附近咧，佢嗰個風嗰啲氣流，如果棘到嗰個陸地咧，佢就減弱嘅。而家越嚟越多啲風行埋嚟咧，唔止唔減弱，仲會加強咗。咁因為咧，原來喺氣候變化之後咧，我哋南中國海北邊呢度嗰啲海水咧，成日都好熱。海水熱咧，海水熱就蒸咗好多水氣入去咧，颱風係最高興啦。咁所以咧，而家我哋會多咗就啲風行到埋嚟咧，唔肯減弱加強，咁咪令到大家覺得啲風強咯。點解以前啲屋唔係咁擔心海邊，而家擔心多咗咧？嗱，以前我哋喺海邊嘅屋咧就維港兩岸啊嘛。維港兩岸咧，佢東邊有個鯉魚門頂住咧，有風有嗰啲颱風嗰啲湧浪都入唔到嚟嘅。咁你話咦唔係喎，青州嗰邊都入嚟，但係青州嗰邊咧係要喺南邊上嚟轉個彎咧，唔係話湧浪唔轉得彎，但係轉到咁緊要咧，佢就冇咁大影響嘅。所以維多利亞港兩岸咧，以前喺海邊咧，你住喺度冇問題。但如果唔係維港兩岸，又點計先？近呢幾年，每當遇上超強颱風嘅時候，相信大家都一定會聽到呢幾個名㗎啦：杏花村、將軍澳南、海怡半島。但係點解次次都關佢哋事呢？因為3個字：越堤浪。如果我哋仔細咁留意，都會發現呢一啲地方都係位於香港以東同埋以南嘅位置。但係點解呢啲方位會特別容易受到越堤浪嘅影響呢？等我先用1分鐘嘅時間同你講少少地理嘅常識。喺位置上邊，南中國海係颱風嘅活躍帶，而當全球暖化，海水升溫，有利颱風嘅形成。香港位處華南沿岸，前方冇陸地去減弱風力，自然最受颱風影響。第二，由於地球自轉嘅關係，北半球嘅颱風都係呈逆時針方向旋轉。如果颱風喺香港以東登陸，北風尚且都會有山去阻擋，可以減弱風力。但係如果颱風喺香港以西登陸，咁又點呢？由於茫茫大海冇遮冇擋，所以向東或者向南嘅風力都係會特別強㗎，而且強風係會將海水推向沿岸嘅地區。如果撞正天文大潮嘅話，海平面本身已經夠高，海浪就會更加容易咁去越過海堤，形成越堤浪。咁就解釋咗點解次次都係杏花村啦、將軍澳南呢啲地方喺打風嘅時候特別容易水浸，甚至出現沖天嘅噴泉。其實我哋成日喺度驚緊嘅就係比山竹更強咧，係出現到嘅。山竹同埋最近嘅華家沙都係埋嚟嗰陣時，一就歪少少10零20公里，突然間好大分別。第二咧就係、譬如山竹嗰次，
佢嗰次係日頭過，如果夜晚過呢啲海水升多成米嘅，可以即係我哋有幾次好彩避過啲災，咁但係人都知啦，冇永世好彩噶嘛。所以我哋搞氣象呢班人其實而家驚到真係傻，因為屋又越嚟越多玻璃，屋又越嚟越多喺海邊啊，新發展佢都會喺海邊，甚至講個人工島。點解我咁騰？因為我真係睇到啲風強、海水高、浪湧入嚟啊嘛。其實個世界係越嚟越差嘅，咁所以大家呢啲嘢一定要諗清楚，因為咧我哋而家買樓係好艱難嘅嘛，畢生積蓄，仲可能連阿爸嘅畢生積蓄都掟埋落去係嘛？咁大家諗清楚。其實自1950年代興建嘅建築物呢，根據法定嘅標準，必須要能夠抵禦高達每小時250公里嘅風速。而且近年嘅建築指引會更加嚴謹，所以理論上已經可以抵擋包括山竹在內嘅超強颱風。根據天文台嘅統計，而80年代至今啊，其實每一次打風都係只錄到0星嘅傷亡數字。所以到而家大家打風嘅時候最關心嘅，可能都只係話夠唔夠腳去打麻雀咁樣。但係超英哥，你咁樣係咪唯恐天下不亂啊？水一立方米咧係1噸重，咁咧然後嗰噸水咧，如果仲係30公里，好似架車咁行，1噸嘢30公里撞埋你，乜都爛啦，係咪？撞車啫嘛。咁所以而家就係我哋咧好奇怪，就係喺現實入邊見到咧，就係呢啲越堤浪係可以造成物質破壞，尤其是我哋而家建築就多咗玻璃，係咪？多咗玻璃之後咧，如果你唔係用啲好強嘅玻璃嘅話咧，就會撞爆啦。因為而家我哋見到啦，我同人講以前冇人睬我嘅，就叫做次生災害，即係話咩次生啊、魚翅啊，嗰啲係次生即係 secondary， 即係話咧，佢未必打爛你嘅屋嘅，但係咧佢浸咗你嗰個電錶房。咁我以前講冇人信啦，到後尾杏花村喺呢個山竹嗰陣時咧，真係浸到電錶房咧，結果就冇 lift，跟住咧就冇泵水上天台，於是就冇食水，冇沖廁水。咁大鑊？咁咧嗰陣時佢哋初啲人仲有啲人未搬走嘅，佢諗住行路上屋咯，冇水飲我抽幾桶水上去啦。但係到後尾發覺冇廁所水，間屋就唔住得啦。越堤浪嘅破壞力有幾大？相信大家都會睇過呢一個畫面。將軍澳南一間餐廳喺今年10月華加沙吹襲嘅期間，越堤浪就衝破咗玻璃門，餐廳東主估計損失高達500萬。我哋曾經透過地政總署嘅地圖去測量，餐廳離岸邊大約係有30米咁長，即使中間係有單車隧道去疏導海水，餐廳外亦都已經設置6至7尺嘅擋水板，但仍然阻擋唔到越堤浪嘅衝擊。既然近岸嘅屋苑風險越嚟越大，究竟呢啲住戶投保嘅時候有冇影響呢？我哋曾經試過唔同家居保險嘅網上報價，但似乎都未有對沿岸嘅屋苑作一個特別處理。我哋就此向香港保險業聯會查詢，回覆就話保險公司會依照自己嘅風險管理策略而制定佢嘅保費同埋條款。除咗地理位置之外，當中亦都會有其他嘅考慮因素㗎，例如以往嘅索償記錄等等。聯會又話，面對極端天氣日漸頻繁，除咗地理位置之外，受保地點有冇抵禦狂風大雨嘅能力更為重要。例如近岸嘅地方有冇加設水閘，以防止水位上漲帶來嘅風險；有冇為放置於地庫嘅財物採取措施，以防範被水淹浸嘅風險等等。總括嚟講呢，預防能力同埋地理位置同等重要。打風得人驚，但係對於好多香港人嚟講，樓價可能仲得人驚過颱風啊！咁究竟講咗咁耐越堤浪嘅風險，樓價又有冇反應呢？要答到呢一個問題，我哋直接去另外一個高危區杏花村，揾到當區嘅地產代理 Eric。佢喺杏花村工作多年，曾經經歷超強颱風天鴿、山竹、華加沙嘅洗禮。我諗大家睇到呢一度最關心嘅問題係杏花村有冇因此而冧價呢？ Eric， 我哋而家咧就喺杏花村啦。咁我哋平時咧就見到呢啲位咧係即係可能風暴嘅時候比較嚴重啦。咁但係自從上次山竹啊，或者係華加沙又好、山鴿又好、天鴿又好啦，咁究竟嗰個啲睇樓客會唔會係好忌諱呢一個地方咧？
嗱，啲客咧好多時入到嚟杏花村都會問呢個問題㗎啦。咁但係其實我哋都會同佢解釋翻咯。因為其實最主要咧打風最犀利就係我哋後邊嗰個公共嘅公園。其實入到嚟杏花村裏邊咧，佢本身個海濱長廊側邊都有防波堤嘅。其實你見到入到嚟裏邊咧，嗰啲海浪啊，就算而家都係嘅，後邊有啲白頭浪呢度裏邊都會直好多。咁所以解釋完之後，啲客好多都明就會接受。咁但係老老實實啦，樓價同埋租金又會唔會有影響咧？樓價租金咧，其實我哋都會有研究嘅，睇翻啲成交啊、剩啊。咁其實通常啱啱打完風嗰段時間咧，以往啊早2-3年前，即係可能話即係山竹嗰啲時間咧，係真係會曾經試過停頓過，可能1頭半個月，即係可能暫時唔睇或者唔決定住。咁但係見到近呢1年2-3年咧，根本啲客打完風之後，第2日已經有成交㗎咯，即係對佢哋影響係冇啦，完全唔驚嘅，完全唔驚㗎咯。跟住就同埋你見到啲價咧，亦都係跟翻個大市嘅。其實個市升佢都係跟升，市跌跟跌，又唔會話特別差咗咁樣咯。究竟 Eric 講嘢真唔真呢？我哋就抽出下行，亦即係第22至到50座嘅臨海單位1室同埋8室作為例子。山竹發生之前，佢哋嘅成交實用尺價大約係18,000去到2萬蚊尺。去到最近，大約回落去到12,000蚊，去到15,000蚊左右，跌幅介乎2成半去到3成3。如果撇除比較極端嘅成交，又真係同大市同期嘅2成7跌幅係差唔多嘅。而 Eric 之後帶我哋睇嘅係第50座中層8室4房1套嘅戶型，正正係正面對住海，打風食得最硬嘅單位。目前叫租32,000蚊，如果同一個尺碼，喺太古城同埋李景灣，租客可能每個月要多俾3,000去到5,000蚊。Eric 就話咧，喺呢一個露台咧就可以望到每次打風電視台指定拍攝黃金畫面嘅位置㗎。不過即使係咁，Eric 就話呢個單位咧喺打風嘅時候都冇特別嘅損壞。咁佢就話，自從山竹之後，無論係屋苑嘅管理公司或者係政府都好，都會喺打風嚟臨前夕做足準備，例如話加設水閘啊、疏導去水渠等等。所以基本上呢一區嘅住客都冇再擔心重演山竹嘅情況。而自從山竹嘅教訓之後，杏花村又好似再冇出現水浸車場、全棟嘅居民停水停電嘅情況。但係咁又係咪代表杏花村嘅風險已經解除呢？林超英係咪杞人憂天？事實上，我哋揾到土木工程署喺2021年完成嘅沿岸災害研究報告，識別出3個現有嘅月堤浪黑點。正正就係啱啱我哋提到嘅杏花村、將軍澳南同埋海怡半島。報告更指出，如果根據極端天氣嘅預測，去到2050年，唔單止係臨海嘅幾座啊，而係整個下行都會有被月堤浪衝擊嘅風險㗎。而將軍澳南沿岸嘅60座大樓，包括海天駿、Monterey、南塘澳等等，同樣係會有水浸嘅風險。咁究竟呢一啲高風險嘅地區嘅居民，未來係咪都要硬食呢一啲月堤浪呢？我哋就此就向發展局查詢，土木工程拓展處回覆就話，喺上述研究完成咗之後，已經更新咗海港工程設計手冊裏邊嘅設計參數。對於報告識別出嘅高風險地區，相關改善工程自2022年起陸續推展，當中16個地區已經完成，其餘工程預計會喺2027年或之前按計劃相繼完成。相關改善措施主要採用多層保護設計。第一重防線係設於沿岸嘅適應措施，例如加建或者提高擋浪牆，以減少沿岸嘅災害。而第2重防線就係設於海岸線後方合適位置嘅應變措施，例如加設可拆卸式嘅擋水板及或提供沙包。而政府亦會配合管理措施，例如制定預警系統同埋緊急應變安排等行動計劃，以提供市民警覺同埋整體備災能力。由於之前提過嘅高危地區早已經完成發展，冇辦法再拉遠民居同埋岸邊嘅距離，政府唯有不斷增設防災嘅設施。但係興建防災設施嘅同時，又需要平衡沿岸景觀同埋社區嘅連結。曾經喺華加沙襲港期間製作實時風災地圖嘅本土研究社，發布首2日已經累計錄得230宗地區風災資訊，當中嘅水浸重災區唔使我多講，我相信大家都已經估到啦。咁我哋今次睇翻呢，同我哋今次嗰個嘅即係華加沙個風災地圖去對翻呢，就發現其實佢做咗準備嗰啲地方都照浸，係啦。咁啊可能個情況有減輕咗嘅，咁但係完全
好難避免。我哋睇得到咧，就係有好多風災嘅抵禦風災嘅基建咧，或者準備工作咧，其實永遠做唔晒嘅。你永遠唔知下一場風係點樣吹嚇。點解今次係海洋公園嗰度會有咁犀利嘅月堤浪嚇？下一次可能係另外一個地方發生嘅喎。咁，與其去諗我哋點樣用基建去抵禦一啲嘅風災，咁倒不如我哋從一個減低風險嘅角度去諗我哋以後個城市規劃係唔係盡量揀個位小心啲咧？係啦，譬如話向東向南嘅一啲嘅冇遮擋嘅海域，要諗諗係咪真係要將一啲重要設施或者係一啲大型嘅屋苑擺喺嗰度喎。即係例如將嗰個137區嗰度有5萬個單位，咁將來嗰個位咧，其實比將軍澳南咧更加東南嘅，係啊，有一部分直情係一啲都冇遮擋，係對住南中國海嘅。咁可以預期嗰個位如果真係住滿人嘅話咧，有機會嗰個風災咧係比而家大家喺將軍澳南嗰個海濱公園度見到更加嚴重。Brian 所指嘅137區就係將軍澳海濱公園以東南嘅新發展區，而家咧就係公眾填料區嚟嘅。根據發展局嘅文件，未來呢一區將會容納13.5萬人居住，並且會有鐵路接駁，目標喺2030年開始俾首批居民遷入。而地理位置上邊呢，佢嘅前方同樣都係南中國海，比將軍澳南更加冇遮擋，理論上受月堤浪嘅風險將會更大。但係偏偏政府將大部分嘅沿海地區都係劃作住宅發展，係咪冇吸取過杏花邨同埋將軍澳南嘅教訓呢？土木工程拓展署回應就話，所有沿岸新發展區嘅設計都需要參照更新後嘅海港工程設計手冊。以將軍澳第137區為例，當區新造土地嘅平整水平以及填海同埋土地結構設計，已經綜合考慮極端天氣同埋直至本世紀末嘅氣候變化共同造成嘅極端海平面同埋巨浪影響，以防止發生嚴重月堤浪同埋水浸。同時，沿岸合適嘅位置都將會設置海濱長廊。土木工程拓展署續指，為進一步制定長遠嘅海岸管理策略，政府已經喺2024年年底完成海岸管理計劃研究，並正按研究結果制定沿岸風險管理指引。當中包括於規劃階段引入循序漸進同埋以風險為本嘅規劃同埋設計原則，以及提供措施選項同埋示例，協助持份者喺規劃同埋設計階段及早並有系統咁考慮和管理相關沿岸風險。喺保護海港條例通過咗之後，基本上比較安全嘅維港兩岸用地已經買少見少。如果要再增加發展區，最快最直接嘅方法就係向外擴張。但係我哋要問嘅問題就係，香港係咪已經別無他選呢？你點樣計到將來唔知幾時邊一個颱風打嚟香港，個風向係點樣樣，個浪有幾高呢？所以計唔到嘅，計唔到嘅。萬一計錯就會出人命啦，係啦，即係呢樣嘢係有個説法係叫呢啲叫做 low probability high impact 嘅 event 係啦。咁一旦出事就好嚴重咯。而家我哋見到好多嘅發展已經好似冇地方好揀咧，唯有揀一啲呢啲次選係啦。咁但係如果揀呢啲咁嘅次選去做一啲人口密集嘅地區嘅發展咧，個風險好大。尤其係將來你唔知個全球暖化嗰個嘅程度去到幾嚴重啊！你蒙受緊一個好大而且係唔知嘅風險。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其實係咪諗下我哋係咪一定要向外發展咧？啊，香港一向都係集約式發展噶嘛。呢方面要整體社會去思考下，要政府去思考一下嘅。啊，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而家基本上嗰個城市發展係based on緊一個唔係科學計算嘅一個基礎去做。就算有數據咧，可能大家都覺得唔會出現啩。仲有就係嗰度又牽涉到幾大嘅商業利益啊。譬如話，我而家呢度係預咗30米岸邊度啲建築物。哇！如果再褪到30米，成公里長係幾多地啊？咁入邊嗰個數目太大。咁有好多時就係城市規劃都有啲衡量嚟嘅嚇。
我唔敢話有邊個人做錯決定，呢啲唔係做錯決定，係嗰個衡量過程之中咧，未真係見過，係好難嘅。咁但係我認為咧，而家見過之後咧，就應該要認真諗啦。如果我哋將來再規劃類似嘅地方咧，一定要諗清楚海水上升、風暴潮同埋呢個月堤浪。呢個月堤浪就係颱風嘅湧浪嚟。咁以後我希望個安全係數大啲咯。臨海嘅單位通常都被發展商描述為驚罕、珍貴，但係喺 marketing 用語嘅背後，你又有冇忽略當中嘅居住問題呢？唔知道咧，大家係咪都中意睇我哋呢一個新系列《魔鬼住在細節》？如果想睇更加多咧，都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撳埋隔離嘅鐘仔。咁下一次咧，我哋再同你探討樓市嘅冷知識。